做，安那啦？雷公信啊，你无听到呢？哦有啊，有我这看雨即马是安够大的，咱今日来到贵宝地，这是啥物所在咧？是花溪花溪的贵宾室。贵宾室。无，咱即马毋是贵宾室啊！听众朋友甲恁讲，因为拄则就是透风落雨，哦，啊，真的搁发生一寡代志，所以阮即马就是来到一个老朋友的房间。老房间是啥咧呢？老朋友的房间误会啦。对，而且咱拄则做紧张的惊讲，就是是毋是讲咱今日要访问的即个来宾坎站伤悬，天公伯也知影阮坎站无够，生气啊啦！对，生气啊！雷公信啊来甲阮警告，但是无法度，阮即季的上尾一集请到一个大来宾，对，就算讲天公伯也主动，但嘛是爱甲做落去。无毋对，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讲话啊！出名人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姨妈杨丽音。哎呦，有嘞音嘛，第一个，咱刚才直接甲这三个字念出来。敢袂当？等下个啊，无恁会当叫我家人阿嬷。哦，对，等下个要单位讲，阮顶礼无拜，你就叫我迄个花咧，迄个头家娘啊。对，伤济。阮顶礼拜就是有一篇po文要甲大家讲，要看卖咱即礼拜大来宾是谁。大家讲伫遐讲，我知啦，陈嘉玲阿嬷啦。对，哪会知？因为阮有甲迄个。有打马赛克呢，但是因个看出来真明显。对，我甲恁讲，我特别吼去买菜，啊，拢后面哦，我拢地无啊，啊，佮大喙，啊，嘛佮挂目镜，啊，嘛是叫人拎出来。我感觉伊声伤好认哦。啊，有影。对，你一开喙咧，嘿，陈嘉玲阿嬷，嘉玲阿嬷来啊，对，阿嬷来啊。好，咱直接开始进入咱的主题，因为我惊讲咱零记的忝嘛，头前经过一个记者会，对，佮翕真侪小底片。听众朋友啊，阮已经直接先甲你到即个真侪小底片。安尼想要请问讲，林姐啊，你就是电视啊、电影啊、舞台剧嘛有演，啊，佮摕到金钟奖最佳女主角，演艺事业看起来是安尼真顺哦。但是阮之前有听讲，你捌讲过你以早就是过甲做艰苦的，而且佮答应讲过当下要去做迄卖厝的中人。所以迄天的暗时接到一个，就是邀请你来演出的电话，佮决定讲要继续甲拼落去，敢会当甲阮讲一个即段故事咧？因为吼，我当出来的时阵，我就是去扮迄个侯孝贤啊，侯孝贤导演吼。我惊我都喜欢开玩笑，都叫他侯孝贤啊，侯孝贤。咱这讲说比。真侪人知影，拢是为儿子大玩偶开始。啊，毋过吼，你知影，阮即个侯导演吼，伊拢做外销的，对，吼，伊拢足久才拍一支电影。对，啊，你知影，咱即款演员吼，迄当阵也毋是讲介有名啊，所以会当接到的 case 真少，所以有一顿无一顿。嘿，啊，正经活袂落去啊。对，迄当阵我一年，恁要我趁偌济？趁偌济？迄当阵一碗面偌济钱？迄当阵一碗阳春面差不多10通块，10通块，安尼我要5000，无啦，一年呢？哦，一年5万，我搁拍对折，啥物？我迄当阵一年，我迄当阵一年趁2万，因为迄当阵拢爱先扣税嘛，扣1/10，所以迄当阵国税局搁开我2000块。你甲看啊，一年趁2万啊，所以我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，真正做艰苦的呢。对啊，就是正经日子歹过啊，所以拍算讲啊，无我即摆来找一个头路，迄当阵会当找的头路，正经无讲介济，啊，当做咧卖厝的迄吼，打开始咧兴旺的时阵，啊，我就去买厝，我就去 interview，interview 会当讲啦，去 interview，迄个主管吼看到我安尼。口齿伶俐，毋过伊真够讲话，伊毋知影讲吼，伊敢知你是演员？袂哩呢，因为你知影阮电影做外销的吼，台湾的观众无啥人伫看，较无人知啦。毋过我红仔面生做古锥，所以迄个主管就讲啊，无你明仔载来上班。我都已经拍算讲好啦，安尼我明仔载吼9点去上班。暗时9点，接到一通电话，王小弟老师伊拍一个单元短片，讲内底欠一个角色，问我要去，我讲
嘿，啊，我就讲感觉足趣味的，迄天公伯啊吼，就真诶呢，9点到9点，嘿，你也12点钟，啊，天公伯啊，命呢，嘿，天公伯啊，就知影讲吼，你行毋对路啊，伊要佮伊要甲你call转来安尼，对啊，所以迄天暗时我就拍算好势，我一世人可能就敢若会当搬戏，哇，人生如戏啊！嘿啦嘿啦嘿，人生就是安尼拍算。所以天公伯拄则单位讲是真正是咧甲咱经过。好，过来就是要讲李英姐若是最佳的女主角，听讲你伫咧1991年捌甲台歌、台资源，佮有顺歌的组一个乐团叫做三口组，还是叫三口组对啦，对，三 Q 组，文白拍定，对，就出两块唱片安尼。啊，所以我算讲是2/3的迄个歌星。对，3/2的结伴嘿。啊，想要请你伫咧节目中小唱一段呢？对啊，敢有机会当听你开金口，甲阮唱2句安尼啊？凊彩第4个歌拢会当。对啊，想要唱啥就唱啥。安尼我唱一块上新的。好，好佳哉，好咧佳哉，念伊是好天。人生无永远的落雨天，好佳哉，好咧佳哉，这是阮上新的一块影片的一个，就是这出戏啦，对啦，外意外厝卡这出戏咧主题曲，对啦。阮最近听众应该是拢有看到咱的预告，拢听过啊，赞啊！因为我感觉讲吼，这块歌人生会当做一个鼓励，有当时啊，咱人吼会伫个关关家家嘛，啊，咱若阵伫较低的所在吼，咱都爱知影讲啊，无永远的落雨天啦，可能念伊就好天啊，吼，咱等下就好天啊，啊，较等的就是春天啊，春天念伊就来，袂永远拢是寒来，是，赞啊！好，安尼咱迎来好天，就会当拄即个新闻报道知影讲，玲姐啊，伫咧生囝的过程当中，嘛是。安尼对无？一段崎嶇，一段辛苦，好你佳哉咱已经总算等着好天来啊！对，平常时啊，伫咧戏内底啊，人拢叫你国民妈妈、国民阿嬷。啊，想要问讲，你本身是妈妈，啊，即个要演一个独身、无结婚的退休的女企业家的角色，你伫咧角色当中，敢有就是下啥物功夫，还是讲有去找啥物参考上？对，较大的功夫是我去学 violin。我去找我介意的 violin，啊，搁有找老师教。violin 一支足贵的呢。对啦，啊嘛有较俗的啦，一支几若亿的有啦，啊，毋过我想讲，毋免买甲遐贵啦。对，所以是剧情需要，剧情需要去学 violin，啊，我嘛有学 yoga，瑜伽，所以你会当踮咧迄个戏出来，底看到我咧。做 yoga， 啊个会 violin，甲咱即个间办公室的主人会现啊共款的一个 A， A 啊落地 A。好啊，其他咧听讲啊，导演有讲你一个伤少年，佮特别甲你画较老咧安尼，红仔头伤水的烦恼啦。实在无公平啦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明明人都生做遮尔啊古水，啊导演就讲。迄个李英杰，你莫甲上粉底，无上粉底，无拍底，无拍底，因为伊惊我皮肤伤水，所以吼，伊都爱搁甲我做一寡，甲我顿一寡点，互我看起来较老，做一寡斑，啊，搁甲我迄个皱纹吼，啊，从迄阴影搁甲我写，都甲我写，甲我较老诶。其实我有影吼，无即出内底，我有影本人无遐老，我无甲你骗，我本人已经无遐老，本人无遮老。等下朋友你会当看阮记者会的影片，啊，搁有咱的相片。李英杰本人真是真少年，有啦，为牺牲，对，为牺牲，对啊，所以我受到足大委屈，你知无？啊，若是穿插咧，敢会嘛有伤少年的问题无？就是因为吼，伊是一个足时尚，吼，足时髦的，足时髦的一个角色。因为伊是一个算讲退休的企业家，啊，所以有财产有一地啊，对，啊，所以有有厝有钱，所以伊穿插啥吼。拢足有sense的，啊，拢穿甲足水的，
所以就是伫咧服装顶管嘛是有特别处理的对啊。就是因为我外形伤水，所以导演讲，即个红仔面毋通搁互水落去。啊，安尼真无彩呢，无都互大家看。敢袂当水水毋是啦，对，你讲安尼就有道理啊。对啊，咱去也讲保养诶，是惊讲吼，我若阵红仔面伤水吼，迄正男迄女主角惊做袂起。我要即段放互伊听。无就是要互一个区别啦，就是有一个嘿，有一个小段啊，我算讲老段安尼啦，嘿，毋通两个小段啊，即个纯耀都毋知要惊啥人。真诶，伊都毋知要惊啥人。毋是啊，咱拄则讲到这退休诶女企业家，讲遮济，听众朋友可能毋知影讲咱即个剧情是写做啥物款。敢毋知？家己去看。毋是，我甲你讲，我就是一个吼有财产诶一个未婚诶。查某企业家，食女，嘿，食女。所以呢，即马吼，我甲我诶厝，因为我要搬去高雄住，是，所以我要叫因来甲我顾厝，啊，规厝税互因，因为厝若准无人住，真紧会害去，所以我就厝税互因来甲我顾厝。啊，毋过吼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啊，知影讲吼，我迄个厝。人咧请假时阵，甲阮兜诶讲乌破去，我煞袂当去住，嘿啊，所以我怎因搬来诶时阵，我嘛购物2-3种只好住诶遐，等甲厝修理好势，我才会当搬走。所以就甲因讲好势，讲好啦，我这厝吼，差不多3个月会修理好势，我迄当中我就会搬走。所以即个剧名就是安尼，我诶意外厝骹就是安尼来诶啦。对啊，到底住做伙了，有发生啥物款诶故事？有啊，足侪故事。敢有安尼一帆风顺？无通，我甲你讲，足侪代志发生，无一点仔坎坷，无一点仔代志发生，这戏变来会好看。对啊，而且嘛无法度做几啊集，但是收顺可能因为吼，你甲看我是一个老古婆对无？对。啊，因两个新烘炉新地锅，查某带斗阵啊。阮来想讲两个人拄啊好，啊，踮咧遐要迄落热冰冰的时阵，冰冰冰冰啊，知影讲因咧冰冰冰冰，讲要爆米香，我就甲讲毋通啦。这听讲咱的预告有播出来对无？有。这个预告就是因两个要开始冰冰冰冰进前，无，但是我无，但是我要爆米香要崩落的时阵，我就讲毋通啦。无预告无加着你讲毋通，对，所以还有观众朋友甲你看，哇，李英姐拢甲你讲了啊，对啊，多谢李英姐。安尼你继续问你的问题啦。好，就是咱剧情有讲到卖厝的中人，就是你甲伊接触，啊，你就是非常的紧张紧势安尼，甲大家拢知识着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你敢有想过当初时，你若是去做迄个卖厝的中人，啊，你是啥物款的中人？我迄当阵就咧想讲吼，我若准是做迄个部落格吼，我一定要做一个较甲人无共款的。就比如讲吼，真济做部落格的吼，拢甲你暗砍。拢会甲你讲啊！你看这吼，这厝偌水，拄偌水啊！我一定甲讲吼，你甲看，这个厝甲迄个厝真近啊！万一恁到若火烧厝，你为遮跳过，跳这个都过，你都安全啊！我一定要甲讲实在话。我绝对袂甲暗砍。但是迄个人甲你讲，我都还袂买，你就纠缠我火烧厝。我会甲讲，这个厝对，优点伫倒，较歹的所在伫咧倒。是啊，不过咱人生就是安尼，所有的代志有好嘛有歹。对。嘿，你甲隔壁住真近，敢若讲毋是讲介好，啊，毋过你甲想讲，你若准火烧厝的时阵，你会当跳过，迄就真算讲真袂歹一件代志啊。所以你就爱看即个代志的好处甲歹处，拢爱甲用真理性的态度去甲分析出来。对啦，代志老实的中人。啊，你现实生活当中，敢有甲中人接触过的经验？较无呢，较无呀，较无。因为吼，我若去买厝，人拢会甲迄厝吼加差不多20%。啊，对啦，有名的人去买厝，可能拢想讲，因拢想讲我足好个，冤冤趁是无啦，那会使安尼误解啦，正经是一个误解嘿。对啊，其实咱大家我甲你讲，较早吼中孝东路足侪人迄摆路边摊，有一遍我去买叶啊，人迄叶啊吼，拢安尼买5支。送一支啊！我呢买5支，我讲要叫伊送我1支，伊讲无要送我。我讲啥啦？你毋是头拄伊讲你啥人？你杨丽英呢？你遐高趁钱，你是安怎都怪我送你？我就讲我咧。
我叫路边迄人跳去买，伊就感觉讲吼，无应该送我，因为敢若20箍，我无应该去贪伊即个小皮链，我就感觉足无公平。对啊，无做生想过你意若是替伊宣传，佫较侪人对去啊啊。啊，毋过我无通去甲宣传啦。迄当阵连环炮竟然真唱，啊，毋过伊拢毋知影讲吼，连环炮阮唱吼是唱伫个节目，啊，阮实在做演员吼，领无领遐济，阮一集一集我摕1000箍，这徐才讲孝顺摕500。这实在的代志，你会当去查。啊，毋过别人有知影，因看到电视，逐工出来，啊，逐工收视率遐尔啊好，想讲阮毋知影趁偌济，对无影正经的，对啦，冤枉哦，大人啊！其实演员甲收视率无啥物关。对啊，正经无啥物关系。电视敢若迄个华丽计程车，伊收视真好，是嘿啊，真侪人知影去看，真介意。对，我嘛感觉讲与有荣焉啦，我嘛真欢喜。对，啊，毋过吼，我嘛袂因为安尼，所以我的酬劳会变较侪无啊。我已经拍了啊。真诶，我感觉大家拢对这有一个误解呢。嘿啊，因为像迄我等去中华的时阵啊，迄阮厝边隔壁听着讲，哦，你伫台北电视公司咧，你趁真侪钱诶，歹势吼，毋莫安尼，趁的拢毋是阮啊，安尼拢毋是阮。头家你有听着无？爱甲阮加薪水哦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，就是咱戏内底也有出现真侪袂厝伫讲诶话，想要问讲，伫咧拍戏诶时阵，敢有啥物较会 NG 诶所在？无呢，这甲我无地带，你知无？因为吼，因迄卖厝做不落，甲迄因迄个上好大因迄阵的人诶代志。对，我敢若是甲迄个纯耀。对，有型有型较有关系，对所以对因咧卖厝啥，都敢若伊有一寡业务上的问题，伊会转来厝会拗，啊，我都我都会小甲吐一下，甲讲，哎哟，你安尼你都换一个角度来卖，你莫安尼直接来卖，所以都嘛是有个看家的对拄啊，啊好突破伊的模长啊，对，了解。好啊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即出全台语的迄出，对李英姐来讲一定是无问题。啊，毋过就是有一寡较少年的演员，想要问讲，伫咧现场敢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，还是讲你有甲因指导台语也是演技的部分？有啦，因台语有当时啊讲咧调吼，调，我都会甲讲，你音爱较低落来，我会甲因讲啦，现场若准有当着，我会甲讲，啊，你叫我去想，我正经袂记，因为逐工拢伤济啊，逐工拢有即款代志，所以我拢无咧记讲啊，我甲因讲着啥物戏，对。啊，敢有迄就是，譬如讲，因为迄剧本啥物问题，摕来甲你问讲，李英姐这个台语怎么念？安尼讲，基本上吼，因为上早期的时阵，都叫老师去甲看教，台语老师吼已经有录音大 tape 互因去听，所以因有档案咧听，所以拢有背好来，大家拢足乖嘿，拢是乖宝宝。安尼录有做功课，安尼连即个部分就真简单诶，因拢免录互你呢。免啦，嘿，就是有几句较毋知影免怎讲，就譬如讲吼，室友，伊迄当阵都，大家拢毋知影免怎翻啊，室友啊，敢若听咧怪怪，啊，尾啊老师就讲啊，厝骹，大斗阵诶啦。其实阮台语台啊，有一个就是新书书库，阮就是有成立一个就是新书委员会，啊，阮迄当阵就是有伫讨论即个问题，因为像咱以早伫个语感内底讲着厝骹，就是我甲厝说互你，所以你是厝骹，我是厝头家厝主，对，厝头家甲厝骹的关系，但是有一种是阮做伙去说厝，对，咱做伙去说厝的，就是讲咱无对厝头家像咱来带做伙即种，啊，我就讲你是我的厝骹，安尼听起来就怪怪，所以阮当阵新厝讨论的时阵，就讨论讲会当念文音，直接甲伊念室友安尼。哦，室友安尼吼，对，咱嘛袂歹啊，咱带共识的啊，因为像迄咱咧做兵的嘛，咱共体，咱带共一色的迄种的迄啊。安尼讲嘛袂歹呢。对啊，对啊，有通啊。我意外室友，对，袂歹你看雷音姐啊，伊迄个音有，对，迄个入声标准。我嘛练真久，因为我中华阮较低，所以有当时就像你讲的会有迄个调调，像我迄室友我就无遐悬，但是你呢室友来你这边室友，你看，伊迄室友足悬的，啊，搁要讲上一遍，听众朋友，恁若是想要知影即个新书的部分，会当去新书网站，对，会当去阮台语台的网站拍新书书库的，会当看着啊，对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就是，听讲雷音姐
史啊，有一个名言，阮看你的报道内底有看会到，对，听讲你讲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安尼讲，雄讲到这个物件，虽然讲听落会真妖，因为我知影你是咧讲迄个茶米卵的代志，对。因为吼，我足爱煮茶米卵，我的茶米卵吼足好食。听讲朋友跟你讲，现场已经有闻到迄个香味有微小的香，我挑工款来互恁食。对，因为吼茶米卵都要有必顺，对，嘿，必顺了，你迄个味才会当走入去迄个卵的内底。对。啊，毋过迄个必顺就敢若咱人生内底迄个坎坷。嘿，坎坷，啊，你有迄个坎坷的经过，你就知影讲啊，你人生有一寡滋味，有一寡代志，互你的人生是丰富的，对，是有无共款的色彩，对，啊，所以人生就哪参像迄个茶米卵，有必顺，食落就真有滋味。哦，啊，若是迄个必顺伤济，真正袂堪食，要安怎？你知影吼，这茶米卵吼，我若阵咧敲这个茶米卵的时阵。我拢敲4个，无到3个。我看迄大细粒，啊，抑个有你敲落了后，迄个必顺必偌大空，会去迄个扣迄个魂。啊，所以你若阵有当时啊，你打开始，啊，囡仔袂晓，就淡薄咧乌白哭，哭一个伤济诶，啊，迄个两壳怎浮去？啊，对，啊，浮去就敢若讲。你人生内底，你拄着真济坎坷，啊，你真济痛苦，你家己无法度承担的时阵，你都会记甲天公伯啊，讲天公伯啊，你爱甲师奶讲天公伯啊，我袂堪吃啦，好啊啦，差不多都好啊啦，你跟老天爷求饶。天公伯啊，差不多就好啊，等下毋通去透风落雨，好紧停啦。阮拄则排机器伫遐坐客人车伫遐等，我甲客人车司机讲，拜托你洗较起来无，阮就是会压着好。对，人命无值钱，机器较要。对，有影。结果阮就坐车来到这个花市的门口口，花市的门口口竟然无迄个路架。哈，我就想讲，系啊，好线咧，紧，我们保护机器啦，对啦，保护机器较要紧。你无迄外头，你即摆热天无外头，你若种寒天，你迄外头烫起来，人寒着无要紧，迄机器一定要去保护。真诶，人健保才200块尔，迄机器。机器2万几万咧起跳，迄我真正是会惊死。好，啊，想要问讲，啊，迄卵啊卡破去，就甲放弃吼。无，你嘛会当做老卵，做老卵，是安怎都爱甲放弃。是哦，嘿，咱人生吼真侪代志，拢会当换一个角度来想。这条无通话别条啦。对，啊，既然角度已经拔了啊，咱就甲做老卵就好啊，咱就莫做茶米卵。哦，所以做茶米卵是青去做，还是爱先杀过？爱杀过，杀过啊，甲两骹咧扣对啊，啊，无你切，你扣，你拢两清拢流出来，你是要哪做？无你爱先杀过，杀过了才落扣啊。啊，但是我看迄超商啊，伊拢是咧青有无？因啊卡一顺，啊，着用青落去煮呢。因的做法甲阿姊做的无啥共款，你看等食落你就知我对，食看嘛阿姊煮的。你甲看，我迄咖啡色，你甲看。对，我这色水甲人无共款你敢若即个色水都无共啊！加落，我甲你讲，迄我迄两仁吼，袂搭，食落阁有一点仔淡。哎哟，啊加落了，阁有迄个茶米的香味。咱想变做米是这无？嘿，啊，阁有迄个，我有放中药，啊有中药的味，啊阁有茶米的香味。这食了食到上尾啊，迄喙的两仁的时阵，你阁想讲啊，足好食，想讲阁要食一粒。好啦，都有你买啦，我要买，我有糖醋本。我要买啊！好，我日刚才来买。啊，你想要问讲，就是一开始杀的时阵，敢有啥物秘诀？譬如讲，爱杀几分熟，还是讲杀偌久？毋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迄吼头一层的代志，你毋是要紧伫杀，要紧伫这两个大细粒，你爱扣好招魂。对，嘿，无你吼大粒细粒，我即个2分钟就熟啊，我迄5分钟才会熟，对无？所以你都爱扣好招魂，无你煮起来你会关价粒，我即粒已经落甲要炒花搭，迄粒佫爱青，对无？系啊，这逐项拢是学问啦，真诶。听讲朋友讲的，就是这段30分钟节目听了，意外细语的代志拢袂记啦，敢若会记你茶米卵，煮茶米卵。伊老话甲阮讲，乌白白恁当时当买这个茶米卵，甲阮讲。
阮顶工分享迄就是困癖的代志，就是歹困癖，是讲人咧困的时阵创啥物，啊，我就讲着讲我的困癖无好，我后尾买一粒枕头，不得了。大家拢咧问讲遐枕头伫倒，对啊，头前的故事拢甲我袂记哩，敢若会记问讲我即个安那边啊，即个公关你莫哩甲我看哈。你安尼你会当业配啊？好啦，咱即个第二若真正有消息的时阵，咱才甲听众朋友讲。好啦，讲遮济啊，是明仔来讲一个重点嘛。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，工商服务时间，对啊。连姐，你要甲阮讲一下，讲当时演出无？即个时间是6月23，对，礼拜日暗时8点到10点，一遍放2集。对，花絮呢是逐礼拜日暗时10点到12点，重播吼就是顶播，对，顶播逐礼拜六下晡1点到3点。网络若准备直播吼，伫公司台语台 YouTube YouTube 频道频道啊，对啦，死频道无死道，因为迄个频道对讲音抑个有迄个阮伫 Netflix 有咧播，就是真侪所在通看，就你电视看了看袂过瘾，对，你就去 Netflix 去甲看，一直甲看，一看再看。而且 Netflix 还有一出啊，你会当先刷广告啊！华丽计程车行，对，你一定爱看。头家娘啦，对啊，听众朋友，黑边18岁，白边19岁尔。虽然讲无经过迄个9日1的时阵，但是听到迄戏内底有演着迄，听讲是乒乒叫真厉害哦。系啊，真恐怖安尼哦。9日迄天吼，对，半暝啊，迄当阵我大汉查囝吼，对，伫迄个林木因兜，请人甲我摇嘛，对，咧摇的时阵，我足惊，我就随想着讲，哎哟，阮迄个查囝毋知影有要紧啊无，要敲电话去林木因兜，电话佫无通，拢袂通，敲点外钟拢袂通，无法度，因为迄当阵。真侪迄个电线嘛断去，对，还佫停电，信号啊，佫系卡的人真侪，所以电话4个拢拍袂通。听讲即个华丽客运车行内底拢演着，对，有即段。公关佫你甲我看，对啦，阮咧讲业外生有啦，这一切拢是一个意外啦吼，公关毋通生气啊。好，安尼今日真欢喜，邀请到林姐来访问，甲阮讲到一寡就是戏内底的代志。对，听众朋友，阮着要甲即个茶米两个接落去啊！紧来紧食，你应该哪食哪讲吼，才知影讲迄个滋味啊。袂使我惊等听众朋友会起笑哦。大家敢若受着茶米两安尼。对，好，安尼差不多会当收尾啊。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